干什么？你怎么睡我旁边啊？你看清楚，顾西西，这是我房间。那我怎么睡在你房间？这不得问你自己啊！好心没好报，昨天晚上就应该把你丢在外面去。对不起吗？对不起就完了，大清早被你这么推一下。那你推我一下。把眼睛睁开。不是不怕吗？谁怕？我没怕。怕吗？不怕。不怕。别躲啊！你再躲躲看。没躲。赶紧起床 ，Alex 还等着我们吃饭呢。希望我的店铺顺利开张，财源广进，财源滚滚，恭喜发财，发大财！拜托了，拜托了！这是许愿池，不是发财树。说不定灵了。哎，完了！怎么了？我丢错硬币了，应该找不到了。这硬币很贵重吗？这是我小时候我爸送我的纪念币。算了吧，丢了就丢了，应该找不到了。我帮你们拍张照吧。好啊。靠近一点，怎么害羞了呢？